中东战火影响到空中交通，有只阿联酋航空飞行器下晡飞到桃机场载501名旅客，各国也开始伫遐开始撤侨咯。世界棒球经典赛明仔载开始呢，台湾队头一场是对决澳洲队，由持续起先发，总教练詹和古强调，首战就是决战。台湾电会昨才开幕，今早起就工人去检收银币门去接到酒，将个人骨子，也因为违反职安法令，上悬会当罚到30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这世界棒球经典赛，明仔载开始呢，台湾队头一场是对决到澳洲队，由持续起先发。那总教练张浩虎强调讲，这首战就是决战，第一战真重要，希望会当得胜。那这团队气氛气势，规个就会扭转起来咯。正式比赛前，唯一的官办练习日，中华队把握时间练习，拍过真侪届国际赛。顶一届经典赛 A 组 MVP 张玉成，头一届来东京巨蛋比赛，伊讲人工草皮比台北大巨蛋较顶，天棚是白色的，顶悬2拍顶不加干扰手臂。它会影响到我们高飞球的视线，那希望我眼睛不要离开那颗球，这样子，所以就是尽量去专注。像几个投手是可能昨天才前2天才报道，那我们就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我们全力就是跟投手达到最好的默契。现场地培养卡斗打，3届担任队长的陈杰宪讲，虽然伫外国的选手较慢入队，不过大家企图心拢真强，气氛真好。伊阁讲，这届的上垒手势是回个讲到心理老师讲的，希望队友手牵手，心连做伙。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小岛，那人口也不多，那能够出来跟世界的好手对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希望我们透着心连在一起，然后手牵着在一起，然后团结一心的感觉，然后去面对这种强大的赛事。中华队预赛第一场将对上澳洲队，澳洲队在上一届的经典赛打败韩国，闯进8强，实力也不容小觑。澳洲队是有大联盟经验的左投 Alex Wells 先发，中华队先发的投手是齐友希。在以往，他在整个大赛上面，他的一个在首战的时候，他出战的时候，他是最能够掌控整场的一个节奏的选手。不止对我一个人来讲说，这个比赛很重要，那就是知道这个比赛很重要，我觉得就要更让自己放松心情一点，才不会丢起来或是打起来会绑手绑脚。齐友希是准备上会投手，而且因为打头一场完了有好成绩，唔知打这个当打。总教练詹和库嘛讲，首战都是决战。当然，首战就是决战。我们知道第一战对我们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需要赢一场球，让我们的整个团队气氛，然后整个气势整个拉上来。那也希望球员们能够尽情的去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这场比赛的第一场是关键，陈杰宪加詹和区拢毋忘一旦个团结一心，为台湾摕到胜利。公司记者林晓辉、沈志明东京报道。继续来关心这中东的战争，美国和伊朗的交战来到第5天咯。这美军对伊朗的空袭数量已经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1倍，各国也开始甲中东地区的侨民撤回咯。也因为这境内空中走廊会当处理的航班是真有限，苏联的飞行机在这个时阵呢，计数随来称权，一抓就要开上100万的台票。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是搁再吹落去，这联合国难民署统计，黎巴嫩境内已经有3万人有落无厝啊。美国国务院周三发布紧急旅游警示，叫波湾地区14个中东国家的美国公民赶紧离开。另外，也有真侪国家开始进行撤离任务。不过问题是，怎规个航空领域拢是美军甲伊朗军队的导弹、无人机、长程飞弹，要安怎撤离较好？ 제가 원래 오늘 새벽에 한국으로 돌아갈 예정이었어요. 그런데 이제 뉴스에 나오다시피 여러 가지 좀 예상 못한 일이 생겨서 어떻게 해야 되나 좀 고민을 하던 와중에 일단은 비행기 티켓은 이제 임의적으로 다 취소가 됐고요. 그래서 이제 지금은 이제 그 보상 항공권이 나온 상태인데
이제 예약을 하려고 앱에 들어가 보면 사실 지금 자리가 없습니다. 伫境内有3座大型国际机场的阿联，崔三讲因开通紧急空中走廊，第一阶段每点钟会当处理48台次。经过3天，已经有60台航班，17498位旅客顺利离境。后一阶段会排80台航班，坐上27000位旅客。根据估计，中东地区美国公民的数量差不多50万到100万之間。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講，正積極用包機、軍機加擴大客機的方式，協助計劃被撤離的民眾。9,000 Americans have been able to leave the region since the start of this war. We have about 1,500 Americans that are requesting assistance with departure. We have identified and continue to identify charter flights, military flight options, and expanded commercial flight options, meaning working with the airlines to send bigger airplanes with more seat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ose three things. 另外，有人行陆路撤离到安全地区，韩国加一批以色列境内公民撤离到埃及，有一批伊朗的韩国人撤离到土库曼。调伫咧杜拜的旅客，有人坐4点钟久的车去阿曼的首都马斯开特，或者是坐10点钟到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搁再坐数量无济客机，或者是坐包机离境。因讲因为紧急空中走廊会让处理航班有限，私人飞机的需求增加，计程也一直起。化工业者讲，已經無國再接其他地區嘅業務，即嘛因為飛機攏飛中東航線。Under normal market conditions, a light jet from Muscat to Istanbul would cost around 40,000 euro. At the moment, currently we are seeing prices around 80,000 euro or more. Light jets. If we are talking about larger jets, heavy jets with more passengers capacity, the pricing can reach up to 120,000 euro easily. 另外，伫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势，联合国难民署统计，黎巴嫩境内已经有3万人无家可归，估计人数也会增加。这边破坏正会发生进前，黎巴嫩已经是全世界难民密度上悬的国家。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以色列国防军今日宣布，把一个德黑兰地下秘密情报总部毁掉，有几多名高阶指挥官来死亡。也因为这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已经去互拍死啊，要选出新的领导阶层。上届新的消息指出讲，这伊朗已经选出哈米尼后生，也就是穆吉塔巴来做接班人。美国甲以色列发动的苏西怒火甲险化西港的行动，造成伊朗至少787个人死亡。以色列境内有超过10个人互飞弹拍到来过身。初三，以色列发布一段影片，讲因攻击伊朗境内的防空系统。以色列伫声明当中，佮表示，战争开始以来，已经毁掉大约300个伊朗的飞弹发射器。另外，直到去年6月12日战争了后，互偷偷刷起首都德黑兰地下的核武器总部，也互以色列毁掉。 לפני מספר שעות, צה"ל תקף והשמיד את מפקדת הגרעין החשאית מין זדאי. כעת ניתן לראות על המסך את המפקדה, ממוקמת בחלקה מתחת לאדמה בעיר טהרן. 根据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的简报，以色列已经强迫控制规个伊朗的空隙，因拿这款的空中优势，互以色列通监控伊朗地面所有的活动。因拿以色列的目标，就是进一步减弱伊朗的军力，互伊朗袂当阁发展核武器甲飞弹，袂阁有恐怖基础设施。 黎巴嫩也进一步加入这场中东战争。以色列除了向黎南派部队，也针对南部的港口城市西顿的伊斯兰集团总部发动空袭报复。这个集团是哈马斯甲真主党的盟友。规工落来，黎南大量的民众逃出家园，一旦看到车灯甲车路塌甲甜甜甜。مشينا الساعة 3 بالليل ولوين رايحين؟ بعد مش عارفين. 伊朗上悬的领袖哈米尼甲数十位高官方表示了后，伊朗方面当积极安排接班人。根据路透社引用伊朗的媒体报道，伫德黑兰以南控制的专家会议大楼已经防空袭几栋乌有去。不过，伊朗国营电视台引用消息人士发布上新的消息，证实讲，伫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压力之下，专家会议已经做伙推选哈米尼的第2个后生穆吉塔巴接伊朗的上悬领袖。56岁穆吉塔巴甲革命卫队的关系真好，并且以坚定支持老爸哈米尼硬斗的保守主义路线来出名。半岛电视台报道，之前川普已经表示，那伊朗接班人是另外一位对美国无友善的人，安尼会是上害的状况。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
来看过来消息，讲到台湾灯会昨才拄开幕尔呢，今早起就发生公安事故啊！有一个工人甲这指定的迎宾门检修的时阵，去互显示面帮夹到手骨，才有可能是骨折。那消防人员是用破坏器材才甲人救落来，也因为这个工人无伫安全帽作业的时阵，也无甲这电切掉，已经违反一案相关的法令。检署除了派人检查，上当也当罚到30万。工人手卡伫个迎宾大门内召集等待救援。今年的台湾灯会初3元宵节则拄伫嘉义6日顶开，这时早起就传出公安意外。工人听到哀叫，根据了解，主田区超滨一街迎宾门，因为初3显示面帮出现各样，工人计讲是高空作业车去检修时阵，因为显示面帮春秋装置复位，地书倒手夹到，好亲像骨折。消防人员到场了后，用破坏器材才互夹40分的工人脱困。现场高空作业，手部夹伤，消防人员立即运用救助器材破坏，协助伤者脱困。伤者一名男性，年约58岁，意识清楚，左前臂受伤，给予相关救护处置后，送往长庚医院救治。工人无戴安全帽作业前嘛无停止机械运作，地书发生意外。既然署认定已经违反这案相关法规，会依法开罚。他没有让劳工戴用安全帽、安全带，作业前也没有停止机械的运转，违反了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相关的规定。南区治安中心会派员去检查，也会依法来处分3到30万。工人互人扛起的软桥送医，官方署表示，工人的伤势伫病院检查，会持续掌握伤者的状况，也请厂商全面检视相关时间甲操作流程，会确保后续的作业安全。记者采访报道。新北市土城一间危机补习班，2024年传出有老师性骚扰10个囡仔。监察院在今日对新北市政府提出纠正，认定检警无落实简化办案的流程，造成囡仔二次伤害。新北市土城一间危机补习班，在2024年的时，去互人压出来讲，一个细腻的老师性威胁12个囡仔，佮有翕性影像。其实伊早就有将这威胁的前科出界了后，2019年要在列管期间说违法开补习班，继续对囡仔学白来。监察院经过调查，随时针对新北市政府提出纠正，包括警政等单位针对加害者无照期间监控甲治疗，嘛无落实有关市性侵害防治中心统筹简化流程，变做是检警主导地区受害囡仔爱中互讲家己的创伤。不断的这个奔波以及重复的陈述，总共13个小时到凌晨才把笔录整个做完哦。而且本来要统筹的性侵害防治中心，当天也没有能够及早的一个介入去统筹协调。我们希望的是以被害人为中心，一个跨网络的一个合作机制，但这个部分是没有落实的啊。监察委员嘛指出，新北市府嘛欠缺性侵害辅导的统筹规划。地区清查受害状况甲辅导就前8个月，监委嘛强调，目前警政署、教育部和卫福部虽然拢有建立无责任人员的查询系统，但是资料上传查核等等拢有漏棚。若是用人单位，也是学校无积极查询，都会互无责任的人继续通接触囡仔。监委嘛建议立法院和教育部就研究自动工作证制度来落实预防。我们希望能够参照澳洲的经验，能够从儿童安全风险管理的角色出发、立场出发，全面检视这些想要进入儿少照顾单位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的个人犯罪记录，还有就是他们曾经任职的机关相关的调查记录。监察委员表示，对危机补习班这个重大的威胁案，就通看出警政、司法也有辅导资源等等，真是制度上的缺失。嘛，呼吁行政院重视儿童性侵害受害者的协助甲保护机制，赶紧检讨改进，提出相关指引。记者卢尚祖、郑俊佑台北报道。台北地检署侦办泰出集团下国生池案，今日甲主嫌单字，还有台湾泰出公司负责人王玉堂计共62个人，其中呢也包含着一名捌做过这北检主任检察官姓陈的律师来甲这等人起诉。检方查出讲，这泰出集团伫咧台湾设10外间的公司，透过买厝、买跑车甲境外的口座来洗钱，不法所得有107亿。那这个主嫌单字呢，已经去互柬埔寨政府遣返登去中国啊。另外，国内有9个被告在押，早起已经移审，目前还阁伫咧开庭审理。裁定敢要继续羁押无？愈行愈紧，用手查明泰资集团伫台湾的成员，今日法院北检侦办这个案件140天，测试侦查终结。
一个手起诉62人13间公司，其中在案9名被告拢放一审法院。检察官依《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营利赌博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具体求处重刑，并申请法院没收洗钱金额107亿余元。来看这个起诉名单，侪人拢去用求处重刑。天旭国际林组长高淑文去用求16档以上的徒刑。集团伫台湾的重要干部王玉堂去用求15档以上。还有高层李秀丽、天旭国际财务长陈丽珊、年年创新登记的负责人林永波、财务主管郑卡梅，拢去用求刑10档以上。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头目陈志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那台湾人去用起诉名单内底，还有去用柬埔寨政府遣送去中国的泰资集团创办人陈志，去用北检求处上悬的刑度，还有柬埔寨籍的李添、新加坡籍的陈秀玲、张光耀也去用求处12档以上到20档以上的徒刑，啊，毋过因人拢无伫台湾。有从事不法赌博跟洗钱吗？北检查出牵涉跨国诈欺的泰资集团据点设伫咧柬埔寨，伫咧18个国家设250间海外公司，换453个金融的口座，当做洗钱的工具。台湾嘛伫咧内底，透过家己创造的 OJBK 钱包等等地下汇兑的方式，将垃圾钱汇来到国内，买11间和平台湾的大厦厝，还有限量的跑车，甲钱洗复白。毋过部分的钱也会透过 OBU 的小号，搁一个洗去到境外。OBU 它具备高度资金自由度，还有免征利息税、营业税，所以呢，这就是一个避税。然后呢，台湾呢，比如说我今天假设说汇款到国外，我会受外汇的管制，一天不能汇多少。但是呢 ，OBU 的账户就不会受到这样的一个管制。这规模非法洗钱的钱声高达107亿9000多万，北检扣押55亿，包括名车、精品，前2天已经拍卖。啊，咱台湾嘛是伫咧美国了后，亚洲头一个对泰资集团终结的国家。记者综合报道。网络买物件平台这酷澎购资泄露出去，台湾有超过20万的用户受到影响。所谓发展部今强调，已经针对台湾酷澎进行行政检查，也指出讲，这韩国和台湾的资料库，拢是使用同一组的加密锁为锁匙，才互劣质这员工偷摕个人资料出去。台湾的酷澎呢有严重欠点，会依法甲因处罚。南韩的网络购物平台酷澎，去年年底伫南韩总公司发生购资外泄密事件，按算全球大约3370万条消费者资料受到影响。台湾也有超过20万的用户资料互非法接触，引发各界的关注。司法部利用测试的新春媒体交流会，特别说明苏当时案发的状况，也个为安怎处理。尽量除了可以开韩国消费者资料库以外，其实是可以开台湾消费者的资料。当初跟我们讲说，台湾跟韩国的资料库是分别就是分别的，不是放在一起，这个是有落差。司法部强调，案发了后，对台湾酷澎进行购资的行政检查，发现酷澎的韩国甲台湾的资料库拢是用同一副金锁匙，指出韩国的离职员工会当用同一副闭环金锁匙来欠台湾的购资。很多的这个各自外泄的问题，其实问题的来源都是来自于内部的人员，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会给电商一些压力，也会给他们相当的帮助。司法部已经对台湾酷澎进行购资行政检查，认定有严重的缺失，会进行裁处，并且继续进行查核。司法部会议当中也讲到打击诈骗，强调已经甲Meta等国际企业合作密切，甲30万条诈骗信息汰掉，并且甲这寡诈骗信息用来训练 AI 识别，也希望未来有更较侪企业甲政府做伙打击诈骗。记者综合报道。今早起呢，有渔民伫咧花莲中的外海沿岸站发现一只已经死亡的海翁。专家到现场一个看，发现讲这只海翁呢，伊的长度有15米外，唔是一只少年的海翁，而且已经死骨了降落。究竟是倒一种品种的海翁呢？就要经过验尸才会了解。众人做伙白锁啊，头甲尾白好红，出动2台卡拖机，再甲海翁扭上岸。海翁的腹肚拢膨起来，流真侪血水。海保署派人到场，海巡同步戒备游封锁线。接到渔民的通报，伫沿岸站内发现海翁。定置网是第一次看到它浮起来，然后我们渔工看到
就通知我们老板。为空中翕落来，一旦看到大只海翁浮伫海面，因仔专业者驶渔船甲伊游来岸边，海岸边已经有真侪人准备好各项工具刷落处理。除了内部的通报之外，也立即回报了海保署第9工作站。那接下来死亡多日的鲸鱼目前已经拖拉上岸。这只死去的海翁初步量测长度有15.4公尺，测试早起9点伫花莲中地外海，互渔民收网时阵发现的。目前判断是秋鲸类的大型海翁，应该是长秋海翁，还是大春海翁，可能性较悬，不过还阁做 DNA 鉴定查清楚。应该是大春鲸或者是长须鲸这两种物种，但是确切是哪一种，可能还要等到详细的解剖。那花莲政府预计会同意那个移转这个处置权给海保署。它目前这个体长不是小朋友的长度，有确定它不是近期死亡，因为它看起来比较腐败一点，但是个体还算是完整。无论长秋海翁还是大春海翁，拢属保育类物种，伫台湾较罕见。下一步会由中华鲸豚协会就外观分析，是毋是气候网甜着，是毋是有外伤，煞来初步就会就病理解剖，为品种、年纪也甲死亡原因，会当有更加详细了解。记者采访报道。伫咱台湾附近海域呢，有30多种的海猪甲海翁。事实上，台湾伫咧2024年呢，就捌发生159件海猪或者是海翁跨甩的通报，啊，若甲因野放登记的成功几率敢若2成尔。带观众朋友做伙来了解，这海洋动物遇到什么款的威胁。台湾的海猪、海翁保育已经超过30年，扩大的事件是不是减少呢？鲸豚搁浅事件是一直在增加的，很大的一个因素是因为人为海域活动的频繁，当然还有就是通报量、通报的意识也增加了。海洋海地专家杨辉成甲团队成员来采样，长期监测这些动物，应帮助每年增加的扩大成本。台湾的搁浅从2015年之后开始急剧的上升。那个数量大概是2015年前的接近2倍。用2024年为例，有159件扩大的通报，真侪扩大个案被发现进前都已经死亡了。台湾在过去这30年的这个辛苦的耕耘之下，我们有了西太平洋很少数国家有的鲸豚搁浅处理的全国组织网。然后这可以让我们可以很持续性的，也很正确的去收集搁浅的资讯。大概对海洋海底的关心，大部分为扩大事件开始。他们的身上多少都有人为的影响或干扰，有时候会看到像是渔网缠绕，然后或者是一些船只撞击，然后甚至是之前还有发生1、2起就是枪击事件，有弹孔。修好海洋因为生活做起。海洋的危机，它的原始点不只是出现在海洋。你在家里浪费电，会不会影响到海豚呢？答案是会。然后你在洗衣服的时候，如果你的衣服的材质非常差，会释放出非常多的这个微塑胶，会不会影响到海豚？答案是会。很多的污染都是从陆地过来的。想清楚自己的生活有没有可能跟海洋的污染是有关的。理解保护海洋的紧急较重要，和海洋厝边伫地球，甲咱共存共好。记者综合报道。照月10日，在南投德山指南宫食丁酒，今透早呢就有2万多人来排队，庙方也准备10万份的料理包，互民众早登去食平安。人是排甲热肠，透早就来南投德山的指南宫，拢是为着要领庙方的丁酒料理包。老岁仔人用用啦，啊，阮若拜丁酒，排落转去食落平安舒适。阮伫中华迄落5点半就来。啊，哪会想讲要来拜安尼？啊来就拜落平安啦。南投德山指南宫当年伫咧元宵过了，拢会举办食丁酒，真久以来拢是在地重要的民俗，嘛望土地公会当赐福气予民众。今年同款嘛成足侪民众的，现场至少有2万多人，庙方嘛传10万包的量，予民众早登去。不过庙方嘛表示，未来有可能改做是传统的方式，敢若会当伫现场用。因为这个一定要恢复的啦。因为这一传统下来的嘛，吼，较早这个食丁酒吼，这阮一定袂当断的啦，吼，是不是？到时候阮一定会，说不定明年吼，还是后来，阮会甲这个我们这个卫生单位吼，阮会在一起，
看什么时候可以来办这样。也那伫咧苗栗后龙朱文宫关小梅嘛举办宫炮城传统民俗活动，周边是真闹热。另外伫咧台中市元宝宫嘛有真闹热的烧火狮，工作人员甲9尺悬的火狮点倒，上时放炮，周边是足气势。庙方表示，今年火狮是遵照古法用竹架做的，也若甲火狮点倒，是象征甲拉山化掉，而且祈求平安做献算。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台南咸水蜂仔炮2天城超过60万人来斗闹热，也若今年呢有36个人受伤。警方表示讲，今年有民众食酒起案家，了代志的人都已经带回去调查了。警察甲民众真做伙，场面乱吵吵。元宵暝台南咸水蜂仔炮放甲乒乒叫，请济民众来感受蜂仔炮的威力。虽望人吵，会当带动活动的气氛，不只个大家客来客去，也较够造成纠纷。昨暗有一群少年人因为人客人去冤家造成冲突。远警随到现场压制，无互冲突变大。警方表示，包括食酒去冤家、甲人客人引起的相拍，拢总接到2件通报。落尾闹代志的人，全部拢互带回派出所依法侦办。昨日盐水蜂炮民俗活动，民众酒后发生口角及推挤等2起事件，本分局即以现场优势警力迅速压制滋事民众。将相关人员查缉到案，依法侦办。收叫的蜂仔炮配上5季10色的高空烟火，连续2天的咸水蜂仔炮，拢总成超过60万人来体验。警方除了爱维持交通治安以外，也爱注意民众的安全。根据台南市民政局的统计，今年的活动拢总有36个人受伤，其中有30人是去互蜂仔炮弹着伤的。所以很多是意外被射到，然后头部、手部在外面没有铺路、比较没有保护的地方，都容易被攻击到、被炸到的部分。病院表示，受伤的民众拢是轻伤，简单治疗就会当离开。警方表示，咸水蜂仔炮是国际著名的文化活动，成就要紧是要祈求平安。民众参加活动，除了爱甲装备穿好势，嘛爱心平气和，则别受伤，佮拍歹心情。记者李新武、柯家柱、柯超勇台南采访报道。这中东战会影响到空中的交通，有一架阿联酋航空下晡3点外飞到桃园机场，拢总载501名旅客，有旅客是欢喜甲流目屎，总算是离开中东地区咯。不过卡达的机场到当时也无开放，有20多名留伫遐的台湾人组成自救会，因决定讲要包车先到800公里外沙乌地阿拉伯，希望会当赶紧回来台湾。先客官大包小包行李落飞机，每人手里拢有机场公司准备的小礼物，代表平安返厝的捧告书。中东战会影响地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国家关联空，为2月28战到达，3月7日头一台阿联酋航空客机飞到台湾，下晡3点58分飞到桃园机场。其实有点不太可思议，因为其实就是过去3天一直坐在电脑前面，然后一直狂看，就是到底会不会飞，然后每班都取消，很忐忑的，心情真的有点紧张。天上就有砰砰砰，山上我吓了一跳。班机拢总载旅客501人，其中本国籍的旅客275人，外国籍旅客226人，含专机82人。接机现场原来有真感动人的场面，妈妈一个看到查某囝，都指责袂调，一直流目屎。不好意思啊，让你们担心。挺难讲。我有看到那个飞弹，就是应该是无人机，然后地对空的那个飞弹打上去之后，它爆炸，然后还有那个冲击波。亲眼看到飞弹拿在画面，也有落来碎片，真侪旅客回想当时的情形，也有心惊惊。也有接机家属，伫看到后生了后，心肝内就骨才放落来，满面笑容，甲后生闪条条。终于回来了，有没有很担心儿子回不来？会啊，会，当然是会担心他回来，我跟妈妈就很放心啦。你当父母，你就会知道那是什么感受。不过因为卡达的机场也是无开放，真侪台湾人吊伫卡达真一天，因为求助外交单位回答讲，敢来当暂等，已经有20外台湾人家己组自救会，决定协顺旅行社包车离开卡达。今天卡达又飞弹又在那边蹦蹦蹦，所以一堆人要包车去别的国家，然后坐飞机看可不可以回去台湾。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空气有限度开放，外交部建议，因为短期商务旅行调伫当地的国人，会当利用后续复航的商业航班回国。另外，目前阿联大公国甲邻国的阿曼边界无关起来，咱国驻杜拜办事处会当协助有意要离开阿联大公国的国人，经过陆路前往阿曼，互国人为阿曼家己坐商业航班回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东的战争影响到全世界股市，今仔日在亚股总值日经指数收盘落2000点，韩国股市也收盘落12.06%，有史以来一日涨上济。咱若讲到台股今仔日是开价走价，买场也大落1494点。这咱的经济部的处长黄清华已经出声了，强调有必要时阵无排除召开临时会，国安基金也有伫咧注意国内外的政策变化。中东战火无停，金融市场偏险情绪升悬，台股延续盘势，随时大盘开价行价，收盘32828点，大盘1490点，是今年上大盘点，又是史上第3大盘点。电子宽达股台积电收盘标出9757张赔单，股价报到今仔日上价点，收伫1865块，一天盘70块，是个别股票史上第3惨的纪录。那外资其实昨天呢卖超了947亿啊，新春开红盘之后呢，这个外资在台指期的净空单的部位，到昨天为止也增加了大概差不多有13000多口，减码的这个迹象是非常的明显。回看台股收盘上大盘点，2005年4月初7，美国宣布对顶关税，引起市场行盘2065点，创台股上大盘点。第二大盘点是2024年8月初5，日元急升，一个美国经济放慢的疑虑升悬，引起全世界脱离交易变仓。大盘1807点，3月初是盘1494点，是排史上第3大盘点。另外，亚洲股市也全部收乌，日经平均指数收盘超过2000点，盘了55000。韩国综合国际指数开盘了后就随触发用长机制，中场盘698点，812.06%，创史上上大单日盘爆。前一波的低点来到31000多点嘛，那个是年前的一个洗盘的一个低点。这个位置没有破的话，我觉得市场上有没有比较明显的恐慌，事情尽快进入谈判桌的可能性还是相对高。台股大盘，投资人就咧关心国安基金是不是搁再入场护盘。财政部讲，各股市正伫咧回应各界意见进行评估。财政部处长黄清华讲，国安基金已经退场，昨晚也搁伫咧进行退场的程序。若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或者是失速的情形，无排除提前召开临时委员会。未来地缘政治风险升高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等不确定因素，抑制了全球经贸成长动能。但是人工智慧、高效能运算以及云端资料服务、新兴科技应用商机持续发酵，各国积极投资 AI 基础建设。虽然地缘政治风险升悬，不过台湾的基本面好。经济部公布今年一月外销订单金额769.1亿美金，创历年单月新高，年增率超过60%。资讯通讯产品因为人工智慧应用扩大，接单成长，金额有251.5亿美金，年增加102%。记者综合报道。中东两个战争引起国际油价贵的抢悬，测试波兰德原油期货出现这14个月以来新悬。根据这中油的浮动油价机制推算，国内油价后礼拜将有可能会起1块以上。学者表示，讲战争若准久长时间，油价会一直抢悬，国内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将有可能超过2%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中东的战争继续烧，国际油价起势嘛无要停。在波兰德原油车衫创2005年1月以来上悬的收盘水准了后，到测试下晡，波兰德原油期货开盘是82.02美金，盘中上悬到84.24美金，创14个月新高。国内油价嘛敢若要起。春节连假后第一周，中油宣布汽柴油每公升各调涨0.2以及0.4元。如今中东战争冲击国际能源价格，依据油价机制，下周汽柴油不排除出现每公升1元以上大涨。虽然中油强调讲汽油有阿联上低价来消套降价冲击，不过各界关注油价带动民生物资起价可能。另外，虽然讲这个油和迄个油无同，不过各大老牌的食品油大厂嘛，公布红点出讲，对2月底到3月初出现股价大起的情形。乌俄战争它影响的说葵花油嘛，葵花油它没有说也没有说涨到说
很波动很大，1成就差不多了啊。沙油最近应该是没有啦。食品业者解释讲，实体食用油敢要起价，和原料的波动上有关系。即卖实体通路还未观察到起价的现象，不过学者是警告讲，假使战争的时间久长，民生和经济都有可能大受到冲击。能源因为它在那个生产消费都要用到，所以它的影响就会是全面性的不只是油跟电而已。很多产品的生产一旦是它的能源成本大幅上升，那也会影响到这些产品最后的价格。行政院测试召开物价稳定小组会议，讨论敢要延长关键原物料税负减定，无定期来稽查涉及故意囤货，和物价起来，还是联合起价的业者。不过，主计总处进前公布，讲今年1月17项重要民生物资平均的 CPI 年增率已经到3.12%，初6拜5会公布2月的 CPI。或者预估，因为过年假期的效应，零售服务业的绩效调悬 ，CPI 的年增率是无法拄得要到2头。不过，真正考验是3月以后会反映中东战事的冲击，尤其绩效调升，搁来通膨的压力未小。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进前发生中照服务员甲时代送门的时阵，无人来开门，也无去通报。过3天才发现讲，这位毒鸡老人已经4点出来。卫福部表示讲，对这款的代志是私人遗憾，也会请相关人员和时代接触的时阵，加去了解因的生活状况，也已经推动动脑关怀的相关计划，提供毒鸡长者需要照顾。虽然落雨，不过社福团体长照服务人员也是早营养品等物资去这间老厝的4楼，看一个人大的汉少阿嬷，阿嬷已经80岁，看到因来真欢喜。服务人员除了送物资，也搁关心阿嬷最近做白内障手术了恢复的情形，并且来记录落来，长期关心。阿嬷讲因真担心。拢无我身体我有安尼，查某拢来甲关心，像目睭嘛就甲关心。规整个拢老甲修理。那如果有突发状况，假设这个长辈他忘记了，那我们也要设法去联系到，比如说他的村里长或者他的邻居，我们来了解，这个长辈是忘记了出去了，没带电话了，还是他有什么状况？因为阿嬷的厝边也是一个人大是大人，几年前伫咧厝内孤独死，过3天才互人发现，阿嬷感触真深。而且新北瑞丰今年初也发生，长照送餐的时阵，是大人无来应，无当面交互是大人，无及时通报，尾仔才发现是大人已经过身。当地里长讲，长照送餐袂用亲像 Uber， 只可能送到位就准算，希望会当优化长照送餐服务的 SOP， 爱当面送餐。以上爱汇报。送餐服务的目的不是只有单纯为了送餐这件事情，主要还是做一个关怀跟守门的这个角色，也就是确认这位服务的对象这个长者呢有没有其他的需求。邱总良会老伫公开场合讲，长照接触点应该主动关怀，和第一线服务人员唔那是提供服务，也让及时发现问题，避免许多人因为欠关怀、欠资源变做孤立。政府已经推出动脑关怀的相关计划，提供独居的许多人需要的照顾，避免因长期拢无甲外界接触。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南西昨暗发生规模5个地震，这气象署研判是家己大埔地震的地震尾。咱来讲到天气部分，也是不稳定，未来一礼拜又有第3阵的东北季风接续来。今透早呢，这玉山气象站有落刮雪和冰沙巴，中昼时阵也有搁再落雪。初四透早，玉山落3个雪，玉山的北方盖一件薄雪，袂输敢若搬一领白色的外衫，现场结冰、树挂，敢若云白世界。温度计水气饱，玉山伫早起11:50，搁再落雪，而且落1点钟。不过温度无够低，雪一条一涂加就扬起，暂时无少雪。拜四将会是24节气里面的佳日，表示大地若降春雷了，当天昆明中的万不拢会收起，不过天气无稳定。今明2天的话，还是会有华南云区东移的影响，所以在各地的云量上都是比较偏多，而且都是容易会有一些降雨的这个情况出现。不过预计从明天开始，水气上会有逐渐减少的趋势。那预计到了礼拜5之后的话，就会回复成是以迎风面的一个降雨为主。自3月初6开始有3波冷空气的连续来，气象署讲强度拢无够达到冷气团的等级。北部、东半部温度明显降落，有一寡所在有低降坡。一那嘉南地区最近地震尾无停，
台南南西区吹沙岸7點52發生規模5.0嘅地震，深度5.9公里。曾文、北河、南西縣化上大震度攏有到4級。这个区域的地震数量来看的话，目前还是有比以前的背景值多，还是多一些，所以我们目前研判，大埔地震的余震还没有结束，但是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减缓。地震接报中心讲，这边地震是去年2月2日嘉義大埔6.4地震的地震尾，到即嘛總共規模4到5級的地震尾有63遍，規模5到6的有12遍。整體地震尾已經慢慢回歸到背景值，不過又有可能發生規模較大的地震，民眾要做好防震的準備。記者綜合報道。台記台要推出新的外景綜藝節目《烏白威廉 Fighting》，今仔日辦這開播記者會，這個新節目呢，會使一台攝影車招藝人四界拍拍照，每一集攏會邀請甲當地有地緣關係藝人來分享家己佇咧故鄉成長的回憶甲心色帶。藝人沈玉琳是節目的主持人，針對外界關心伊的病情，伊也講，醫生講等這病情較穩定一寡，就會當出院咯。男生女生若要約會，你應該會捌聽爸爸媽媽講過。我鐵腿約會點解？感情遠啊！沈玉琳和新世代藝人去到台灣各地哪行哪佚佗，這是公司台記台新的綜藝節目《烏白威廉 Fighting》。沈玉琳是節目主持人，伊在去年傳出講得到肺癌，但是等待積極治療，隨時嘛親身來到節目的開播記者會。有時候會出院哦，不知在此時，不知在何時啊，應該大約在冬季。沒有啦，昨天跟主治醫師聊過，他說就這幾天呢，在等我那個血小板哦，那個數字哦再達標一點點，他就隨時可以出院了。這個新節目上特別的是攝影棚都是一台車，有大片的車窗，沿路通看到無同風景。每一集攏會邀請各當地有地緣關係的藝人來分享家己佇故鄉的成長回憶，對巷仔口的點心檔講到獨家景點和地方傳說等等，通聽到真濟心色帶。你講無你食飯呢？我有啦，我會食飯啦。你48年啊，這攏變化就無同款啦。阮阿公阿媽古早大隻，我來變安尼啦。節目嘛會結合地方特色甲民俗文化，進行各種趣味的比賽，讓藝人通甲在地鄉親組隊挑戰。烏白威廉 Fighting 拍算自3月初7開始，但禮拜六暗時8點在公司台記台首播，希望透過鏡頭帶觀眾世界冒險。記者盧尚如、鄭俊佑台北報道。屏東的永達技術學院已經廢校校地趴42年，也出現治安的問題。附近的居民講，這賊仔3更半暝走入去學校搬物件，這款的情形已經幾多年啊，報警察也攏無效，甚至互放掉，這居民也煩惱徛個安全。縣政府表示講，本地有規劃要買校地，毋過預算卡掉的，所以即馬產權也是學校的。3更半暝，一個查甫人塞練哥對民眾的厝前過，看到7分人狗隨一直吠，無偌久，佫看到一台奧多擺徛過，甲已經載滿物件練哥拖出來。這是屏東永達技術學院附近的社區，初三初四攏有翕到賊頭咧搬物件。居民講已經廢校12棟的校地，這幾年定拄有一幫人去偷加電線，甲一寡較簡單的歹鐵仔。3更半暝，要甲乒乒乓乓，查甲民眾攏無在調困，報警嘛攏無改善。結果人家報警，警察不管小偷來管我家的狗，就是因為小狗看到小偷，它才會叫。因為你沒辦法人贓俱獲，那警察也無可奈何，也沒辦法做處理啊。那小偷沒那麼笨啊，他一定是把貨先藏在裡面，看到警察走了，他馬上拉走啊。塔門的坑已經北甲空空，也閣調佇咧頂懸的冷氣嘛剩空殼。居民講，這幫人有10外個，不找因理論，說互對方放掉。規個學校已經互偷摕甲亂糟糟，這款日子到底當時會當收煞？官府表示，原地按算要甲校地買落來規劃開發，因為預算卡掉咧，目前產權也閣佇咧學校遐，後續會聯絡相關單位加強管理甲治安維護。本府先前已函請教育部轉資永達技術學院落實門禁管制及治安維護，並請警察局協助加強巡邏。另關於校地的後續活化與處置，目前正積極研擬相關採購契約。
根据了解，目前学校有请一名临时警员来管制大门出入，不只个干那二是有管制尔，查拉拢是趁半暝啊来。居民表示，虽然警方讲会加强巡逻，不过若是亲像安尼，警察车一走，查拉就对咧搬，想要安心啊困，真正困难。记者柯宾泽柯家族邱朝阳，屏东采访报道。有民众带囡仔去中华园林的百果山龙园坐飘飘河的船啊，这船却卡伫咧水道顶头，囡仔头壳弄着规个整起来。业者认为讲可能是船顶的家长含囡仔重量伤过轻啊，会来调整设施。一个去练手轮船，伫咧水道卡条的，一个查某囡仔头去弄着。有家长伫礼拜连假带囡仔去中华北果山探索龙园耍，坐飘飘河设施离开100公尺了就卡条的，4岁查某囡仔吓惊着，头小可红肿。他头就撞到那个前面，那时候看那个服务人员好像不知道是没听到还是怎么样，看你们有没有想说。没有看到他们想要过来这样子。他那围栏，如果他真的很长这样卡住的话，真的有点危险啊，很容易飞出去，我感觉。中华北果山探索龙园，互人讲是台湾版的侏罗纪公园，捌伫2024年8月停歇，今年调整型检了，重新开业，新增加采访出道飘飘河顶设施。春节甲第礼拜假期拢真侪人，发生意外迄当阵，是少者身躯一直后，船才开始过山顶动。因讲，这个设施敢若是有问题。园方是讲，飘飘河坐一遍200块，会当坐2个大人1个囡仔，可能是人伤轻才会卡掉的。我们营运到现在应该也有几万人次了。目前这种情况就是偶发的，但是我们会注意控制我们的水量，这样。业者讲，因个设施拢有建筑师甲结构技师认证，安全无问题。水道两边的护栏是强化玻璃，也无落位危险。以后会调整水道的水量，因为游客并无留联络资料，希望游客主动甲因联络，协助因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河边有民众伫门口饲一只狗仔，拢无绑起来，常常会去入经过民众。顶个月有人去互狗仔夹着，动方所表示讲，主人无合法管理，违反动保法，会甲这主人开罚单。民众行伫路的雪熊熊撞出一只狗仔，解了，伊惊甲赶紧走入去工厂内底，规定狗仔搁捉入去咬人。代志就发生伫中华河边镇的太平路，互狗仔夹着骹倒的民众，因为空喙深，到今也无法度收束，而且这代狗仔流浪并不是个案。狗是有细菌，我不知道它整个牙齿就深入进去，每天清创都要生菌去里面清创。昨下倒哩搁咧食包啊，徛起个肥个倒去，大家经过，大家拢讲互你。啊，家己孙去早去10点，家己热啊，听要死人，听厝遐内底入去。附近民众讲，这户人家门口大约有10多只狗仔，大概经过这拢提心吊胆。中华动物防疫所表示，这个狗仔原本是一位负责人饲的，目前这位负责人住院，厝内底人无法度照顾，放狗仔伫外口乱踅，搁咬人，会依法裁罚。针对输送犬只部分，因为违法事实明确，我们将依违反动物法规定进行裁处。截至3月2号为止，目前已经有9只犬只已经妥为绑好，但仍有5只在外游荡。当天同仁已经捕抓到1只犬只，并送往收容所安置。动方所表示，会继续和主人甲附近的民众沟通。拜三下晡，嘛会派人员和清洁队去现场掠狗仔，协助甲狗仔看守啊。随后会继续追踪，要求主人做好管理责任，保障附近民众的公共安全。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讨园的杨梅农民怨讲呢，1月底天气熊熊变冷，这内啊烂火的效果真歹，有1公顷外果子园受到严重损害。农业部表示讲，启动鉴定损害率有到3.5，会协助农民申请天然灾害现金救助。这一个植株的那个花朵啊，它就是很明显就受到寒害的影响，花开了以后，整个都已经枯萎，都变黑了。这个果实基本上都会掉。接机的尾顶头，有的果子死了了，有的连果子都拢无生，因为1月底10度以下低温的影响，互杨梅区高接内水烂火无啥成功，造成炎地性结子的灾损，影响范围1.31公顷。农民表示，北部气候差别真大，高接内足歹照顾的。开火时阵，除了惊冷，嘛会惊雨。这个是怎么看？9个嫁接的部分呢，里面其中就有4只是没有果的，那有3只只有2颗左果，这个左果率就差很多了。这
正常像这样是吗？6个到8个都不一定，正常开花是要这样子，但是它一般的话有5颗、4颗都没关系，要有这样子，我们才能疏果。面对这个问题，农业局表示已经启动联合灾损勘查鉴定，损害率有35%，会报请农粮署核定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勘灾鉴定，然后初步判定大概有35%的一个损害率。那一旦通过的话，每公顷可以补助62000元。农业局嘛提醒农民，只要发现作物生时阵有障碍，包括炎治性结子，拢会当甲公所通报。农业局嘛会随请农改场勘灾鉴定，协助农民减少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受到中东战火扩大影响，法国总统马克宏初三就下令派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去到地中海，确保这海上航运的安全。另外，英国也宣布讲会伫地中海部署一只驱逐舰，提升甲无人机抓落来能力。不过，西班牙说是无要互美军使用因的军事基地，算是讲无要对援助美军。无要来支持这美军对这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总统川普也表态，要全部切断和西班牙的贸易往来。一只搁一只的战机起飞，英国伫塞浦路斯的阿克洛迪瑞基地战机陆续起飞，去到中东执行防卫任务。受到基地伫初一包括无人机攻击的影响，英国 F-35战机伫当地初三透早伫约旦的空中，甲几只越境的无人机拍落来。另外嘛宣布讲，会向基地来派一只驱逐舰和2只会当侦测无人机的直升机，提升甲无人机抓落来的能力。即嘛中东的战火持续扩大，法国总统马克宏伫当地初三嘛举行电视演讲，表示已经下令动力第56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对波罗的海去地中海，确保海上航运的安全，嘛强化国内的安全戒备。En plus des moyens déjà présents, des Rafales, des systèmes de défense antiaérienne et de radars aéroportés ont été déployés ces dernières heures. 伫演讲内面，马克宏是批评伊朗投入发展核计划，搁支援黎巴嫩和也门的恐怖组织和伊拉克，搁伫1月伊朗国内的示威潮的时阵，下令对家己的公民来开火。伫和伊朗的谈判无进展之下，美国和以色列决定发起军事行动，并无符合国际法，法国无法度认同。但历史未为着压迫人民的导火手来挨刀。伫美国对伊朗发动全面攻击的时阵，嘛向各国征求借伫中东的基地。虽然英国进程已经答应要借，但是西班牙拒绝和美国使用南部的罗塔和无良军事基地来执行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和美国总统川普正不满，甲15架军机，包括空中加油机，对西班牙的基地撤离。佮公开批评西班牙的态度真歹，已经要求财政部长贝森特全面切断和西班牙的贸易。I could tomorrow stop, or today even better, stop everything having to do with Spain. All business having to do with Spain have the right to stop it. 公司新闻单视同编译。来看北极圈的因纽特人，因的冰屋完全是用冰和石来起造的，是因英国出门拍拉临时住的所在。不过，这个冰厝是愈来愈现代化，即马是以观光为主的目的。加冰雪先切做冰砖早，慢慢贴做半球形，最后再封顶。这就是北极原住民因纽特人的传统建筑冰厝。因纽特人是半游牧民族，当初我拍来时阵，就会起冰厝做临时住所。天后热天早晚大天度。The igloo is a part of me. I'm very connected to one, and this is very well made. 老一辈的培温下着，1953年伫加拿大西北领地一个冰厝来出世。尾仔捌离开故乡读册，再过转来故乡生活。伊讲对族人追求搁较里边的现代生活，拢去住永久主题。后来已经无听讲有人住伫冰厝内，有当时啊，才有极地探险家会晓去。But what we can use for the technology that we need to live up here, we will use that and embrace it. You need to keep up with the times. For example, like I'm sitting on a newer snowmobile back in the day. Maybe even 80 years ago, they were using dog teams. 有一寡因纽特人感觉冰厝也是会当伫建筑的时阵发挥重要功能。不过当代科技也会当互极地活动更较利便甲安全。这几年因纽特人社区开始设太阳能板甲电动车的充电器这的科技产品，对因来讲，传统生活甲现代科技这两项并无冲突。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17度到24度。
苗栗台中中华南投云林对16度到2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7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2度到21度。一个未来3港气象。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